香港仔報2025年11月7日，作者黃江天，資深法律人。網上選舉信息受規管。近日在社交媒體見不少候選人相繼在其專頁發表類似聲明。本人在此貼文之前發布的任何資訊及內容，均與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無關。換言之，後面發布的信息就與選舉有關了，將受到法例的規管。如今互聯網已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人直上平台發布競選宣傳言論，該些信息或有可能構成選舉廣告，並涉及選舉開支。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條，選舉廣告是指為促使或阻礙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的任何發布，而選舉開支是指候選人或代表候選人的人士在選舉期間內或前後為促使該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其他候選人當選而招致或將招致的開支。至於個別陳述會否構成選舉廣告，則需考慮整體情況，例如發布的背景、時間是否已公開宣佈參選或在選舉期間內等，從而推論是否有促使或阻礙一名或多名候選人當選的意圖 （intention）。若只是根據事實發表意見和評論而並冇上述意圖，則有關陳述不屬選舉廣告。一般而言，除候選人、其選舉開支代理人或其授權的人士外，若第三者作出任何形式的發布，意圖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當選，則該等發布會被視作選舉廣告，而且該第三者須事先就製作該廣告而招致的開支徵得候選人的書面授權，而該候選人亦須把該筆開支計入其選舉開支內，否則即屬違法。候選人透過網上平台、社交通訊網絡等發放競選宣傳，如顯示某人或某組織對其支持，候選人必須得事前取得該人或組織的書面同意，以符合條例第27(1)及1A 條的要求。所牽涉的製作及營運費用，包括上網費、製作網上廣告的設計費等，亦須計入其選舉開支，並在選舉申報書內清楚列明。若有網民只作出回應、讚好、分享或轉載該等競選宣傳，根據條例第23(1)A 條，如非候選人亦非選舉開支代理人，而在互聯網發布競選廣告，所招致的開支若只屬電費及或連接互聯網所需的費用，將獲豁免條例第23(1)條的刑事責任。